咸水区三民文昌顶里，因为当年受淹水所苦，其中华内排水互坏全线整治，就成为重要关键。对此，议员赵坤元就指疑，因者面临倒风内海，伫日本时代拢未淹水，乃现在排水时常出问题，需要求水利局找出减水的旧水路来排头。对此，市长嘛回应，找出旧水路就是大功一件。对北大安县的时代，水灾较紧，你看内每一届水灾拢着减水，拢会就是减水，这是毋是咱的排水出问题啦？吼，局长，咱有做伙去会勘过，过去大减水的旧水路生做安怎？吼，我希望讲恁用心一下，会当啊找出旧水路。吼，过去较早日本的时代都拢未淹水，是安怎？是安怎尾啊？这个水路改掉。水路改掉啦吼，华来排水走伫外顶港去，哦，安尼大变减水，每一届淹水拢遐尼严重。来科技，看用透地雷达还是用啥吼，把迄个古水路甲吹出来。好，一条来当吹出来，大功一件啦。议员除了关心盐水华内排水的整治，嘛进一步要求整体景观甲水质的整顿，要比较南区的德溪水花，来重新营造武庙、风炮以及咸水小镇的水环境风貌，真正互咸水风华再现。咱的新闻，阮是林英光采访报道。